小样子，还挺厉害。二山主，没事吧？没事，给我追！没事了。便宜了他们。这小娘子不一般，功夫也了得。我们这些人要是没有这些弓箭，都不是她的对手。走。好，撤！我让你们做坏事，烧了你们的贼窝。对了，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山贼，不是淫贼？很简单，如果我是山贼，刚才那个家伙用飞镖射你的时候，我干嘛要救你？我应该巴不得你死才对。另外，如果我是淫贼的话，刚才你被捆绑的时候，我应该趁机轻薄你，这样多容易。我干嘛还要帮你解开绳索呢？那不是自讨苦吃吗？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这么说，我还要称你为恩公了。哎，恩公证明，以后不砍我，不杀我就好了。你现在是我的恩公，我当然不会砍你，不会杀你。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做了淫贼，我一样不放过。你真是天真质朴。你也这么说我？哼，大家都这么说我。这难道很难看出来吗？10来个山贼都打不过你，要不是他们的援兵到了，我估计前面的那波山贼早就被你杀光了。哎，你武功为何这么高？你知道我爹是谁吗？你爹是谁？我哪知道啊？哼，幽州太守公孙瓒。哦，那可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啊！我听说他的白马义从很是厉害，怪不得你武功这么高。我的武功不是我爹教的，我有一个启蒙恩师，还有一个专门教我刀法的很厉害的师傅。他的刀法估计天下无人能比。刀法再厉害，难道还比得过温酒斩华雄的关云长吗？你怎么知道他是我师傅？你又是谁？去！
撤！走，撤！对了，平儿呢？完了完了！哎，平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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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姐。小姐，小姐，平儿，小姐，怎么有女人的声音？不好！救命啊！啊！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！救命啊！姑娘，别怕，来，姑娘，走。小姐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平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姐，这。平儿身上有伤，宝月姑娘又没有合适的衣服，你们二位如果不嫌弃，先到我们的住处落一下脚。好啊，我正要拜谢一下其他几位恩公。令村公孙太守还在洛阳东郊。好啊，哈哈哈哈！高则设计调开了吕布，杀了泗水关另一守将徐荣。半个时辰过后，大开城门迎咱们入关。真的假的？不会有诈吧？如果是真的话，那这个高则就是潜伏在董贼身边的忠义之士了。
倒是有他爹前车骑大将军高寻的几分忠心侠骨啊。高则心计颇深，确非泛泛之辈，我倒是没看走眼。可是，青衣为什么就是看不上呢？我们回来了。哎，来客人了。青衣妹妹，十夜，平儿，真没想到可以在这里见到你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。原来救的是你啊！没想到是你救的我。原来你们都认识啊？何止认识，我们家小姐跟青衣小姐本来就是同门师妹啊。两位小姐曾一同拜在一元师太门下学习武功，共同受师太的启蒙。无巧不成书啊，只是没想到这么巧。这几天师叔不在，飞燕一个人住在城郊不方便，所以住在我们这儿。如果说二位不嫌弃的话，一起来呗。好啊好啊，我正想和青衣妹妹叙叙旧呢，然后和几位妹妹好好玩几天。好啊，那太好了。可是6个女人住2间房，会不会太挤了？什么2间房，是3间房，这间柴房也得让出来。啊，太惨了吧，咱俩连柴房都住不上了。你们6个人在一块儿，不把这房子给震塌了？塌就塌了呗，反正你欠我的债足够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。哎，云城，刘师，云城，没事。哎，你也太小气了吧！我们说要占你的房子，你就吐血了。哎，马哥，云城，大夫，他怎么样？他被山贼殴打，脏器已然受损，虽然不致命，但是也是难以医治。那还能治吗？能，只是除了服药之外，只有慢慢调理了。除此之外，我也没有别的法子了。好，有劳了。啊，不用送了。为什么不请神医华佗呢？神医华佗，神医之名我早就听闻过，不过他四处悬壶济世，行踪不定，如何才能找得到他？前几天他在我家中为我爹的小妾治好了眼疾，想必现在还应该在幽州，我去幽州迎接他。撤！报太师！太师，这依我所见，既然泗水关已失，京城已无险可守，诸侯和反贼可随时进攻洛阳啊！你看如何是好？依我看来，不如暂时避其锋芒。你的意思是迁都？迁都？对，迁都长安，以保顺平。东都200余年，
气数已尽，我观天下，帝气旺于长安，我决定半驾迁都，各位立刻下去准备，明早启程。这是吗？对呀，这有些这可是有些好啊！你放弃这这个话，这个对，谁有异议？尽管讲。这个怎么办？我等谨遵太师提议，恳请皇上恩准迁都。恳请皇上迁都，恳请皇上迁都，恳请皇上迁都。准奏。太师有令，将皇宫、宗庙、帝陵、牌阁全部焚毁，不得给贼兵留下。百姓家资全都上缴，如有不服，一律按逆贼论处。皇上，慢点吧。出发！董卓放弃洛阳之后，诸侯联军不但没有趁势追击，反而迅速崩坏，浩浩荡荡的头董大军顷刻间分崩离析，各自散去。我冒险献出泗水关，迎联军入关，本想与他们一起立下不世之功，万没想到这帮诸侯却做鸟兽散，让我苦心经营的一切顷刻化为泡影。我现在失望至极。如今谁的兵多，谁的地盘大，谁就更有话语权。这帮诸侯一个个都在保存实力，所以你还是回常山郡真定县当县令吧。地盘不大，但毕竟是自己的栖身之所，这样我依然是你可以倚仗的岳父，而你还是我的好贤婿。谢岳父大人。那你就速速去真定县上任吧。玄德，你今后有何打算呢？还是先回平原县吧。在秋收之后，我们三兄弟会再赴幽州，到时定还见谅。你我同窗，有兄弟一场，何必说见呢？师兄肯借我粮食，已然感激不尽，岂敢不还呢？那好，那就由你吧。玄德，你回平原县，由此往东；我回幽州，由此往北。我们就此别过。师兄保重。哈哈哈哈哈！撤！走。这三个人都是当世英雄们，可惜不肯为我彻底所用。哦，
主公，常山郡主夏侯杰带兵前来，说是希望托主公结伴回河北。他愿意一起走，那就让他过来吧。是。可惜啊。子龙，我采到这种草药了。对，就是它，对严城的内伤会有帮助。走吧。走吧。这5里以外都没有桥，咱们要过的话，就只能趟水了。哎，这水啊，凉得很，透心的凉。就你这小身子骨，一旦趟了水，回去以后肯定惹了风寒。那我就绕走5里地。那好，我背你吧。你，哎，我和你不一样，我可不像你小算盘打得那么精。放心吧，这一次我不用你还。走了。很凉吗？不凉，一点都不凉。既然一点也不凉，那刚才你怎么还说凉？有那么一点点凉。骗子！一会儿的功夫变了3回，到底凉不凉？姑奶奶，要我怎么说才对？你怎么回答都不对。我看你啊，就是个十足的骗子。那天在御房，我摔下来砸中的人不会是你吧？你这个人啊，不管我说什么，你总能挑出毛病。算了，我闭口不言，总行了吧？肯定是你占我便宜，臭流氓，当徒弟！你再闹的话，我真就脱手了。到时候，这个水不仅透心的凉，说不准里面还有水蛇之类的。报警了。嗯。哎呦！你慢点儿。哎呀，没事。飞燕师妹，真的是辛苦你了。别说这样的话了，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还不是为了救我呀？你呢，现在好好养伤，你要是1天痊愈不了，我就伺候你1天。真的？哎呦啊！那我可真盼着我的病永远都不好。你呀，等华佗神医来了，你想不好都难。啊！华先生到了啊！太好了。不想盼谁来，谁来了。
彻底清扫一下，尤其是牌匾，明天升堂问案。走，前面赶紧，哎，前面，动作快点儿！走，哎呀，嘿。 一群土匪趁我们家老爷不在幽州前来强掠，我们家小姐忙于对付他们，只能让我们先过来。战场上统兵率将，难为宝月姑娘。什么难为啊？宝月姐姐碰到这些小捕流匪，不知有多高兴呢。她可是找到大显身手的机会了。知我们家小姐者，唯有青衣师姐。敢犯幽州，来得正好。 小姐别追，小心有埋伏。快打！起来！起来！不好，小姐，撤！ 公孙大哥，虽然唐山郡兵将只有数千，但是毕竟临近幽州，只要公孙大哥需要，夏侯杰必当效劳。哈哈哈哈哈！幽州现在兵多粮足啊，料想也没有人敢对幽州怎么样。不过，还是得多谢老弟了。报！报主公，刘匪正在攻打幽州。 再探，诺。疼死我了！那个华先生，您这是在救人，还是在打人呢？晴儿，对啊。 谢谢神医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华佗先生，我妄自猜测一下，但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。请说。严城他受了内伤，脏器受损。一般的郎中看来，他现在最忌讳的就是猛烈的运动，这样很难复原，只能慢慢的服药调理。这个分析一点错都没有。但恰恰是因为他脏器受损，血液流通受阻，如果不能及时的把淤血放出来，很难复原不说，还有可能造成残废。而华佗先生以击打之法，将他体内的淤血全部逼了出来。正所谓去疴需猛药，沉淤应放血。赵兄弟分析的完全正确。子龙，你什么时候也成郎中了？呵，夫子嘛，书读的略微多了一些。应该是这儿。现在有刘匪数千之众，正在猛攻幽州，守军伤亡严重，
小姐让我迅速请回华佗先生。就此附上奈我的天纸片儿，咱们走。好。赵兄弟，别过了。华佗先生，此去幽州虽然不远，但唯恐会有追兵，还是我将二位送到幽州吧。有劳赵兄弟。啊，我有一计，可助你们家小姐迅速地破了杂七杂八的刘匪。子龙，统兵打仗可不是打架，你可不能瞎说。就是啊，要知道一帅失误将害死无数兵将。现在公孙大军还未赶回，城内没多少兵将。我们现在再强攻一次，必可拿下。好，撤！别打！我们只是逃兵，后面打开着，你们谁想打谁继续打好了。各位，给我走！杀！头领，咱们趁势攻进去。好，先抓住他们，抓几个活的，问清楚再说。撤！这是我的，我的，你抢这个给我，抢我东西！杀！好，主公莫慌，小姐与严刚将军已经打败刘匪。上来！子龙，原来我没看出来你有这样的谋略，今天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？我呀，我有奇书。乐毅百战术上册，难怪呢。子龙，既然你有统兵之才，不如跟随我爹，替我爹效力吧。以你的才能，必能助我爹一臂之力。公孙太师威名赫赫，其实我早也想投奔他，只不过师叔不在，我得得到师叔的同意才行。那你师叔去哪儿了？他呀，祭拜师爷去了，而且还在那里小住几天。他想寻觅一下这部《乐毅百战术》的下册，据说用兵的精华都在下册。你光看了上册就可以打败大队刘匪，那么这下册定是用兵奇术。刘匪刚散，近期他们肯定没有实力再过来骚扰。天色不早，常山还有一大帮人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你怎么不多停留一会儿啊？你也知道，虎牙山的山子里还虎视眈眈的盯着我们真定县。那好吧。哎，拿好啊！哎，再来啊！好。哎，听说咱们县令回来了。哎呦，他可是个好官呀！对呀，他可是个好官。我们县令啊，可是好官，真定可以安居乐业了。哎，就是。对呀。青衣啊，你还真回来了啊？怎么不欢迎我啊？不是，当然不是了，只是有些意外。小姐，我再去买点菜。郡守家小姐天天上街买菜，似乎有些不雅。哎，现在还谈什么雅不雅的？我住在他家里，现在有人受了伤，我就力所能及帮一帮。长这么大，我还一直没机会吃你做的饭呢，这以后不知有没有机会呢？哦，以后，这种机会可能也不多。
哈哈哈哈哈哈！宝月，夏侯叔叔，你来幽州了？听闻贼匪进犯幽州，所以特来帮忙。夏侯叔叔真仗义。哎，对了，我很久没见你去常山找青衣玩耍了。没有啊，我前几天还和青衣在一起呢。你跟青衣在一起？要不是我幽州有事，现在还跟他在真定县呢。这么说，青衣还在真定县？对啊，他没跟你说吗？这不，给诸侯联军运送粮草，所以没有回常山。哦，你俩一见面就聊上了，还让不让我进城了？啊？对对对，请爹爹和夏侯叔叔进城。且慢，既然兵患已除，那我就不叨扰了。哎，一出闪电的，说走就走啊？就是啊，夏侯叔叔，那也得歇一歇再走啊。还有些私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宝月，我先走了，告辞。嗯，保重啊，夏侯叔叔。撤！撤！撤！这赵云越来越厉害了，居然还通晓兵法。假以时日，他一定是我们的心腹大患。那我带人赶到真定县，将他擒杀如何？不，赵云和青衣交好，我可不希望青衣看着他的朋友眼睁睁的死在我的手上。你设法不动声色的除掉赵云，必要的时候可以借刀杀人。好，明白了，主公。我现在就带人过去，一是带回小姐，二是借他人之手除掉赵总。对了，现在也不知道高泽的心思，这件事情你不必通知他，自己悄悄去办就好了。明白。你现在是此地的父母官，以后咱们见面的机会多的是。小姐，菜买好了。啊，不早了，我得赶紧把菜送回去，别耽误了他们吃饭。再会了。啊，别把我在真定县的消息告诉我爹，好不好？好。真定县百姓对我如此拥戴，而青衣却对我这般视若无睹。好歹我也是他的未婚夫啊，他为了不耽误给另一个男人做饭，竟然舍不得跟我多说上几句话。这让我情何以堪呢？哟，看来这个华先生可真是一代名医啊！这才几天的功夫，感觉就痊愈了。哎呦，好什么呀？哎，完了，飞燕姑娘再也不能给我熬药、煎药、搀扶了。你可不知道，她喂我药的时候，我心里那个甜呐！恶心。哎呦！干嘛呀你？怎么了？哎呦，没事吧？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不行，我现在还浑身没劲儿，浑身难受。辛苦你了啊！我给你买了红枣红豆，一会儿跟你熬粥补补血。谢谢飞燕。你现在身子虚弱的很，外面风冷，我扶你进屋休息吧。哎呀，
哎呀，大哥，你说句话呀！大哥，这高泽又带人回真定县了，让兄弟们怎么办？我呸！来的正好，我们可以一起收拾，以报了当初戏耍之仇。说得对，天堂有路他不走，地狱无门他闯进来，这小子就是来送死的。对，大哥，让兄弟们下山吧。就咱们这些兄弟，只要一下山，一准将真定县夷为平地。大哥，下令吧！大哥，一定要走！大哥，一定要走！我喊你闭嘴！瞎嚷嚷什么？啊！单单一个铁面侠，就让我们3次损兵折将，现在加上一个高泽，谁有这么大的本事，能够把他们2个一起除掉？谁？单单一个铁面侠，就让我们3次损兵折将，现在加上一个高泽，谁有这么大的本事，能够把他们2个一起除掉？谁？你，大哥，有封箭书射到寨中，给我个吧，给2寨主2寨主，我老板，寨主不是这，你不知道啊？滚！收起你的嘴！大哥，这上面说夏侯青衣在镇定县，而且跟铁面侠赵子龙交好。哎，这交好啥意思啊？你傻呀？就2人好上了呗。这个送剑信的，他什么意思？我猜想，他是想告诉咱们，如果想让这个铁面侠乖乖就范，就得从这个夏侯杰之女入手。小姐，我亲眼看到耿晨带着人进了县城。我现在还不想回家，咱们先避避他。小姐，我方才喝水喝多了，我想去方便一下。你快去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我带着那100余兵士编入军营之后，他们可曾闹事？没有，一切安然。那就好。虎牙山山贼那边可曾有什么动静吗？也没什么动静。永远这样就好了。啊，高泽，站住！女人哪来那么大脚？给我拿下！高将军，我奉主公之命带小姐回家了。不好了，高将军！何事如此慌张？你家小姐呢？小姐，她被山贼抓走了。什么？快点进去！快点！放肆！怎可如此对待堂堂的夏侯郡主呢？你既然知道我是夏侯杰之女，还敢把我绑来，难道你就不怕我爹带兵踏平了你这虎牙山吗？夏侯郡主，你也放肆！这是我的地盘，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你要记住，你的小命时刻捏在我的手上。那你说吧，你绑我用意何在？
罢了，告诉你也无妨。我的三弟在真定县遇害，这个仇我必须要报。既然你3番5次的帮助铁面侠，那就别怪我把矛头指向了你。有本事的话就立刻杀了我，说这么多有何用？不杀你，自然有不杀你的理由。再怎么说，你也是堂堂郡守的女儿，对我而言，你还有那么一点利用价值。来人，把郡主请回去。喏，走，别碰我，快点！就是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即刻攻打虎牙山，不止解救小姐，还能铲除山贼之乱。就凭你带的这10几个士兵就想攻取山寨，虎牙山有山贼1000余名，如果贸然强攻的话，这会伤了青衣。但如果按你所说按兵不动，那小姐性命又当如何？二位将军，救人如救火，不能再这样拖着了呀！耿将军，小姐可是咱们夏侯家的小姐，快想办法救她呀！我又何尝不着急？只是我只带了10几个兵士，而高将军则有100名兵士，全按兵不动。我100余名兵士就能打赢1000名山贼吗？我总不能让他们白白送死吧？耿将军，你先稍安勿躁，让我再思索一下对策。你们一个是夏侯家的家将，一个是小姐的未婚夫，都是小姐至亲的人。小姐遇险，你们却如此冷静，看来我只能向老爷求救了。不可！有何不可？我在真定县却让小姐被劫持了，我该如何向老爷交代啊？现在要赶紧救出小姐，方能将功补过。你到现在还只想着自己？如果不是你帮了小姐出逃，小姐会有今天吗？你们处处都只考虑自己，看来我只能向外人求救了。你要去找谁啊？赵子龙。给你。飞燕和青衣他们怎么不来吃饭呀？啊，飞燕去木屋取东西去了，青衣主仆俩从早上出门就没见回来过呀。都大半天了，他们干嘛去了？什么大半天了呀？就那么短点时间，就舍不得，就想念啦。青衣她漂亮又聪明伶俐，关键是她救过子龙。你说，这么才貌兼备的美女，子龙他能不挂念她吗？你给我闭嘴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，天天的撮合青衣跟子龙。我知道你就是害怕子龙抢你的飞燕，是吧？哎，你什么你？好像青衣他们回来了。不好了！我家小姐被山贼给绑走了！啊！吃饭了。撤走！我不吃贼寨的脏东西。二寨主，哎呀，小姐何必跟自己过不去？好好吃饭，现在还不是让你死的时候。这么漂亮的脸蛋儿，要是饿着了，哼，那可就不好看了。你们这些混蛋，有胆子就一刀把我杀了！听着，你们休想利用我的性命获取任何利益！哼，哎呀，我和大寨主都舍不得杀你，
留着你的命，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，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。你最好别后悔。你们现在若不杀我，日后我从这儿逃了出去，定让我爹挥兵踏平虎牙山，到时你们全部死无葬身之地。哼，好，那我们就走着瞧呗。嗯。哼，贼子，你这个贼子！赵子龙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平日里你脑子不是特别好使吗？前几天又是救宝月姑娘，又是救了飞燕姑娘的，你一定有办法，对不对？救宝月和飞燕，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压在山寨里，在半路上能利用的机会很多。可如今一旦进了山寨，我也是无计可施。子龙，难道一点头绪都没有吗？主要还是我们人手太少。现在唯有高泽手下的兵多，看来只能找他商量了。子龙，赵子龙，你还有脸踏实吃饭？青衣被劫走，你该负多大责任？其实我本想，我认为你赵子龙本该是个有担当的男人，才放心让青衣留下。结果呢，你为何不看好他，让他被山贼劫去？山贼多难对付，为什么你没事，偏偏被劫的是青衣？我现在恨不得立刻杀了你。如果青衣能平安归来还好，如果不能平安归来，我一定叫你赵子龙是青衣偿命。你心疼他，我知道，你恨我，没错。青衣是因为我才给他带来了祸端，我不推诿任何责任。如果救不回青衣，我自行了断。高将军，我们商议一下如何救人吧。大哥，料想他们为了救夏侯青衣，今天晚上必定有所行动。那你准备的如何了？哎，大哥放心，我早已安排妥当，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就等着他们快快来送死啊！做得好，弟兄们，现在我们可以痛快的喝，一会儿痛快的给我杀！来！兄弟们，以往我们是靠向地方百姓求一点小财，但只够我们兄弟们温饱而已。而这一次，一举拿下真定县，甚至整个常山郡，作为扩张领地，此时正是绝佳的好机会。大哥，兄弟们永远听你的。大哥，此次若官兵胆敢越我虎牙山雷池一步，兵力必然削减大半。咱们可趁势攻进镇定县城，全面接管，而后再以县城作为根据地，强兵秣马，建制冀州、幽州，可说是易如反掌。大哥英明，拿下镇定县！众将士听令，本县令带诸位
夜袭虎牙山，一举歼灭山贼。尔等务必奋勇杀敌，拿下贼首，杜绝首级者，或者保夏侯郡主平安者，均重重有赏。高将军，子龙愿意加入剿匪救人的行动，还请两位将军议议。不行，这是官府行动，你当儿戏吗？岂能容你胡闹？子龙并非胡闹，我是有备而来，还请两……不行，再不出去，小心我把你赶出去。既然子龙有心出力，就让他去吧。高将军，是怕他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拖我们的后腿。我想子龙不至如此。耿将军，你是不是害怕子龙抢先立功呀？你再敢胡说，小心我军法处置你！处置我就不必了。如果你真的要收拾我，为何不把我推到战场上，让我送死呢？哼，原来是想去送死啊！好啊，那我就不拦着你，随便你去送死吧。两位将军，子龙另有用兵之道，还想和你们商量一下。你耿将军，子龙他的用兵之道，你听听又何妨？子龙，你随我进来。嗯。怎么，可是想出好办法了？我看还是别浪费时间了吧。我有一计，两位将军，请看。虎牙山虽然地势不高，但南北两面皆有密林环绕，自称天然屏障。只是山寨主门位于东侧，还有山寨后方偏门位于西侧，这两处必定设有重重关卡。一般牢房均设在偏僻之处，也许青衣就被关押在那里。嗯，我们此战的目的是为了救出青衣，所以这里西侧偏门便是我们首要攻克的地方。没错，对，耿将军知道，贼众必然也会知道，所以他们必定会把重兵放在偏门。相对而言，主寨门的兵力自然薄弱，所以我们不妨运用声东击西之计。声东击西？对，势之以弱，而成之以强；将欲西，而势之以东。看，我们在这儿，主寨门做佯攻之势，贼众必然会将兵力转移至此。此时再带一队精兵由偏门悄然攻入，出其不意，迅速攻破牢房救人，再由主寨门的兵力来做掩护，即可迅速撤兵而退。好啊，这个办法好啊，这跟我原来想的如出一辙。就这么定了，咱们就按这个计划行动。下面由我细分一下战斗任务，耿将军可同意？同意，你说吧。耿将军，你带100名兵士佯攻正门，子龙带7、8名精兵突袭救人。我带着几十个兵士伏在半山腰，贼兵不敢追击则罢，如果追击，我来殿后掩护大军撤离。好，这么多年了，官兵终于肯出兵剿匪了，这也是迫不得已的。听说这次山贼抓的人大有来头，这不管为什么，那都是为民除害呀。对呀，为民除害。哎呀，是啊，好。这不管为什么，都是为民除害呀。是。会呀。就是。对，为民除害。好。威哥，怎么？
玉生父老为你们出师告诫，平安归来。